感谢，欢迎。好。恋爱咸酸甜，纯情少年时。大校的朋友啊，唔知影敢有谈过恋爱？当初迄个人，敢过是你的牵手，也是朋友？今仔咱来讲一个大学生恋爱的故事。飞机啊，读台大外文系，英俊读土木工程系，两个同届要毕业啊。飞机甲英俊亲像鸳鸯情梦。斗阵要3冬，是注定要结婚的。迄天，英俊招飞机去溜青食冰。后礼拜咱就要毕业吧，时间过了真紧嘞，适当的时间咻就过啊。哦，嘿啊。你敢阁会记住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已经过了3冬？想看觅？哦，啥物日啦？阮阿母饲的迄只放假要做倒济啊，对无？敢是？好，水面哦，今仔日是咱斗阵拄好3年的日子啦。哦，对啦，恭喜呢！啊？来哦，请我素果冰，请我山野冰，趁小紧食呢。自冰捧来了，英俊帅伫头咧咧。毋讲半句话，安那摕着一支汤匙啊，伫遐咕咕啦，大家冰拢扬扬去啊，伊才开嘴讲：咱斗阵的这段日子，你辛苦了，我着对你较歹势啊。你是食毋着药啊？今仔日哪会遮尔三八？其实我要结婚啊。当时要结婚。后礼拜。后礼拜，遮尔逼，我都还袂甲厝人通知呢。是的啦，我较早甲你讲。是嘞啥？我即马先甲你通知。伊先甲我通知，因为后礼拜就要甲别人结婚。啊！多谢你先甲我通知，你要甲我放袂记，我较久就会记起你。阮一个头如何踏出店门口，赤夜的热人一阵风，小拂拂。毋过飞机的心肝头，看亲像12月的冬天，冷凄凄。对你来付出这多，搁予我一摆机会。你对待我的爱，哪会当这无公平？飞机走去土木系馆，大进啊看到伊，紧活来。这个大进啊，约飞机4冬，人 AA， 目睭炭通，一个水家型，互人叫后补的。飞机一手加酒咧，甲问：你毕业了后要创啥？我公公司做下手啊。大进啊，的老爸大间建筑公司，但伊去做总经理。同学拢知影，因兜是不得了的好囝啦。但是，阁有一件代志阁较不得了的。飞机甲这缘投王子煞戏了，过一礼拜。这大静竟然宣布要甲飞机订婚，点点咧迄日，同学暗中讨论这件代志。你甲我看，这是啥物状况啊？毋知影呢，叫我来看吼，可能飞机孝顺兜的财产啊。你哪会安那讲啊？飞机啊，大静嘛毋是敢若有钱啊？伊当然毋是敢若有钱，是非常啊有钱。飞机嫁互钱了，心内的大厝空空。六日看大进，煞逐工咧想英俊，迄个无情变心的伊，愈想愈毋愿。赤夜搁叱咤，压榨兼郁卒，出去 shopping 买物件，开钱改新闻。
心情小歹就小歹，大歹就大歹，要互够开。过来饲囝无用，无时间去想空想芳。好，丽官啊，丽慧，来食饭啊啦，莫阁拍电动啦。渐渐啊，少年时的热情变做囡仔故事，把一丝啊都拢准煞放袂记。毋过，咱人有时啊，就是一个差一丝啊咧作怪。迄年台大土木系同窗会毕业30档第一摆，迄个红仔册内底缘投王子英俊，我来飞机的身躯边。伊敢也个会认得我？会认得你，我定定嘛会认得。你是？英俊，我就是英俊啊！甲你介绍，即个就是我的牵手淑慧。你就是飞机哦，阮英俊定定咧讲你。迄个时阵，金州市出现。飞机甲有3个查某囝，拢大学毕业结婚啊！阮公司即摆做无用，厝起甲白虎通互人。伊调题靠大声甲英俊、淑慧讲，因为有听同学咧讲，英俊生理失败，所以同窗会了，飞机又搁 shopping 甲新闻，连续一礼拜买袂够开。两边过当年又搁同窗会，即天飞机啊看到英俊家己一个，心头噗噗跳，飞去甲伊拍招呼。淑慧他会无来？淑慧，伊对啊，伊哪会无来啊？伊袂过来啊！啥物意思啊？我是讲，伊先转去厝里陪阮阿母啦。我先去接电话，阮阿母敲来啊。伊是因某淑慧是车祸过身去啊。飞机暗声看起来有心事。伫飞机生日迄天，决定甲代志啊讲。我要离婚。两只细只周钱袂老母哦。你是个老还灯吼，食个气老八啦，再来咧离婚对人走。毋惊笑破人的喙呢，老三八。人生一摆尔尔，我已经错步已经30档啊！即马生命的热人咧要过去，我袂当搁再等候。我是热人上煞买的玫瑰。我无咧还灯，嘛无咧三八。飞机啊，坚持决心离婚。54岁迄天离开大志，出门迄天，一领衫，一领裙，拢无客，双手空空行出去。过当年的同窗会，大志也无去。后来同窗会咧甲讲，飞机啊，甲英俊外女子跳规暝，甲队一直走，热人最后的玫瑰。故事到这为止，毋知影各位朋友有啥物感想呢？或者有啥物心愿一直藏伫你的心肝头啊，未完成的无？古早人是安尼讲：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希望大家会当把握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或者讲嫁予别人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